喺清晨嘅寧靜中，喺夜晚嘅燈火下，每日與主同行，喺愛裏面與主相會。我係阿青，讓我哋一齊打開心靈之窗，讓神嘅話語成為亮光，指引前行嘅方向。從迷惘到清晰3，使徒行傳12章12至19節。想了一想，就往那稱呼馬可的約翰，他母親瑪利亞家去，在那裏有好些人聚集禱告。彼得敲外門，有一個使女名叫羅大出來探聽，聽得是彼得的聲音，就歡喜得顧不得開門，跑進去告訴眾人說：彼得站在門外。他們說：你是瘋了。使女極力的說：真是他。他們說：必是他的天使。彼得不住的敲門，他們開了門，看見他就甚驚奇。彼得擺手，不要他們作聲，就告訴他們主怎樣領他出監，又說：你們把這事告訴雅各和眾弟兄。於是出去往別處去了。到了天亮，兵丁擾亂得很，不知道彼得往哪裏去了。希律找他，找不着，就審問看守的人，吩咐把他們拉去殺了。後來希律離開猶太，下該撒利亞去，住在那裏。請細心思想以上經文12至16節。彼得離開牢獄後，點解去馬可嘅屋企呢？提示17節。喺希律嘅捕殺令下，信徒顯得好謹慎，唔輕易開門俾人，所以出現咗14至16節嘅對話。如果話呢段同6至11節平衡，你認為兩段有乜嘢相似嘅地方呢？18至19節，當神嘅拯救臨到信徒時，喺希律嘅一方卻有擾亂同害命嘅事發生咗，點解呢？讓我哋一齊默想經文對我哋嘅意義啊！而家諗下，昔日我哋對神、對一切屬靈嘅事物係何等嘅沉睡，可能我哋唔覺得有改變嘅可能，但神係點樣向我哋說話呢？叫我哋整裝，又引導我哋走出一重又一重嘅牢獄，最終生命得以自由呢？多謝收聽和諧頻道製作，每日與主同行。材料改編自國正網絡細味煮物語，原作者楊海恒。好開心能夠同你分享上帝嘅話語，一齊研讀聖經，靈命成長。歡迎你喺我哋嘅 Facebook 留下足跡，聽日見啦！